唱一下《Music》。哟。合声啦。夜夜志明真正不知要安怎，为什么？好好听。爱你让我再想我。 春娇已經找到土客呀，哦，喷到我这边。春娇已经找到土客呀。刚是谁啊 ？No， 哎，讲那个土客呀，胸口永远的痛。对啊。什么东西啊？被偷过。对呀。春娇唱吗？哎。啊耶耶耶！不要从头开始唱吗？不要啦，你不用啦。春娇。 春娇早就已經無得聽，不用。好，不要配合他。講真濟，喂，講真濟，其實攏總攏無卡抓。行到淡水海岸，兩個人的愛情，我叫你爸爸。 我妈妈，哎，我叫你爸爸，你怕我妈妈。哎，好熟哦。迈哥，你怕我妈妈。我叫你爸爸，你怕我妈妈。好，刚刚是哪一位？微如小姐。微如，他们先。微如。哎呦，好像对。哎，不错嘞。 已經無感覺，開車動搖，你也要愛我。言情書上等着高車。什么言情书？言情书熊等的告家。哪里呀？哪里呀？哪里？上次有发手背了，可能手背了，因为他投篮嘛。对，你可以那个吗？灌篮可以。空中可以那滑行2步，滑行2步可能没办法。可以吗？啪，然后再送这样。哦，哇，应该是可以。会很难吗？对篮球员来讲不太难。哦。对163的人来讲，应该很难。对歌手来讲有点难。宪哥来讲有点难。163的。你也好不到哪里。没有了。好，那这个就答对了。来，1点7。我甲你上好的交車，你對我已經無感覺，莫擱相信，莫擱我才愛你，你無愛我。耶耶耶耶耶！这也可以改呀。你再唱一下。哎耶哎耶耶耶！什么东西？是 LD。 这是哪一位？刚是言情书。哎，言情书1遍7，要合声的唱位1遍7。耶耶耶耶耶！我甲你上好的交車，你對我已經無感覺，交車動定。 配真，一代一代，你用轻轻唱出来。你也别爱我。你在想家长？没有啦，我想要唱出一代的感觉，又接上去就接。高家动念，一代一代呀。哦，我甲你上好的交車，你對我已經無感覺，莫擱相信。 你的把手在鼓着喇叭，什么东西？你都会
什么喇叭？你的目睭哪会去过着喇叭？你的目睭哪会去过着喇叭？我们听成喇叭。我听成喇叭。刚出来 Sweetie。哦，莫讲我真爱你，你无爱我。恭喜答对了！也谢谢我们。